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请大家闭眼心来敬拜上帝，请走吧。耶和华有怜悯，有温德，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因为天离开地遮尔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遮尔大。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咱请大家三角来吟圣诗第121首。圣诗第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点我卑微心内，显出你极大仁爱。救主，你是慈悲怜悯，你的疼无限纯真，将你救恩一时降临，进入阮惊吓的心。圣诗第121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的第13页，咱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温柔病倒入来受苦，被
现行，我信线，共同教会，信和相通，最下面肉体和我，永远活命。阿门。请坐。下面请大家掀开启恩文第51篇，伫圣诗后面的1093页，圣诗后面1093页，请大家来交读上帝的话。启恩文第51篇，上主安尼讲：我靠会死的人的气力，心离开上主即款人就受咒诅。因踮伫旷野干燥的所在，无人行起的险地，因为亲像风暴未大丛的树，风日到的时看袂到。总是信靠上主，全心倚靠伊的，即款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手栽伫水边，阮传到天边，炎热到也无惊，也无起源。抗旱的年拢无挂入，照常结果子。咱大家三角暗头来祈祷。遥远的天父上帝，感谢恁，互阮伫这疫情严重的时，阁有机会做伙伫你的圣殿敬拜你。原在你借着耶稣基督，并伫十字架顶受尽凌辱艰苦的时，留愿予甲你同行的人得救。你也借着保罗先生的陪侍，教示阮万行处互相运作，看起来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的。总是当阮面对疫情的冲击，生活顶有侪挑战的时，愿随讲知影，阮必须活出你爱阮活出的款式。阮的心犹原受惊吓捆绑，想要靠阮家己来赢过一切。主啊，求你引领阮，互阮真正倚靠你家己所设下的圣事，结出圣事的果子。愿意也诚做耶稣基督的学生，毋若是出于喙讲，是靠着圣神结出的果子，互人通认出阮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无论伫啥物境遇，拢通记伫你的恩典，也将阮所领受的一切，帮助遐个需要帮助的人。伫圣殿敬拜的阮，逐人有侪无共款的事，拢你祈求，愿将阮有声无声的恳求，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照你的旨意来应允，也求你的圣神临在阮的会中，互阮明白你的教示。愿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下面咱请圣乐队来献诗。虽然无花无满意。
受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16章16节到34节，单本伫新约的第188页，台语汉字本伫新约的154页，现代中文就本伫新约的212页。显著我来读。后来，阮去祈祷的所在，有一个女婢拄着阮，伊互国外的神上心，因所用国外互遐的主人大趁钱。伊对保罗甲阮叫讲：遮个人就是至高上帝的奴仆，愿拯救的路传互你。伊侪日安尼行，保罗真也困，我转身甲迄个神讲：我托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对伊出去。神即时出去。伊遐的主人看见趁钱的愿望已经失落，就掠保罗西拉，带伊到日街市迄边有时间，搁过送到场司官讲：遮个人是犹太人，大扰乱咱的城，咱罗马人所无应该守、无应该行的规例。众人规群起来攻击伊，上司官搭因的衫，命令用棍拍因，拍真侪个，就关因落监，吩咐各家的严禁报仇。各家的受即号命令，就关因落内兵家，控伊的骹伫柴工内。若是半暝，保罗西拉遇到，人生学了上帝，怀伫家里的人也注意咧听。忽然地大动，直到三个地基拢摇动，遮个门也连拢开，众人的身躯已真热。各家的人醒，看见家门开，拍算家仇拢已经逃走，就跪倒咧家己刣。若是保罗大声叫讲：无得家己伤害，阮拢伫遮。各家的人叫人掠火来，跳入去，悄悄拍伫保罗西拉的面前，带伊出来，讲：先生，我着怎样做，才会得着救？因讲：着信主耶稣，你就得着救，以及你的家。就用主的道理讲，互伊甲伊家内拢总的人听。伫迄暝迄时，各家的人带因去洗因的伤，伊甲全家的人即时拢受洗礼，带因上伊的厝，伊办互因食，已经信上帝，就甲同家大团聚。今日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派拜中的福音，咱将以下的时间来交牧师。请咱同齐按头来祈祷。天父宝贝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得到救赎，来到你的面头前，喊话你，诚做阮的阿爸。互阮会当听见你的声，知影你的旨意，嘛互阮伫即个世间，照你的旨意来行，来得到你所想说的福气。即时，阮要伫你的面头前，恭敬来听你的声，互阮的心照你行。同时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派拜中的福音，派台中的福音。请下这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毋知影大家有听过一首歌无？叫做《福音就是好消息》。教主日学的时阵所教的，福音就是好消息，传遍街坊和邻里。福音就是好的消息，好的消息爱传出去，传伫大家小巷内面。总是对咱来讲，福音是好的消息，是救赎。今日咱所读的这个经文，
头前看见保罗伫即个城来传福音的时，头一个所拄着的，对遮个人来讲，保罗所传的敢是福音。当保罗伫传福音的时，有一个互鬼所附身的，即个鬼是诚做一个算命的鬼，附身伫一个女婢的身上，伊互伊的主人趁介侪钱。当保罗甲西拉因伫传福音的时，即个女婢就缀伫后壁一直讲：即个是上帝的罗卜啊！伊所传的是要救恁的真理。伊安尼讲，圣经甲咱讲，保罗就烦啊，保罗的心烦，刷落来就甲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出去。伊甲即个鬼，甲即个算命会互人趁大钱的鬼，对即个女婢的身上赶出去的时阵，遮个人所得到的，毋是福音。遮个人所得到的，毋是好消息，遮个人得到的是歹消息，就是伊所有的好处拢无去。当保罗伫传福音的时，有一群人，伊的心无法度平静落，伊无法度感受到平安，伊无法度得到伊想要得到的，这敢是福音？这个鬼伫讲的，其实是一个乌老的声，嘛讲的是事实。保罗因所传的是要救赎人的福音，是上帝的真理。总是安尼的乌老是对一个鬼所讲出来。对保罗传福音来讲，敢有好的影响？咱看见保罗的心，伊就善，伊就烦。伊嘛知影这个声是伫甲阻碍，互伊袂当真正做主的工。遮个主人因所感受到的这个好消息，这个上帝来的真理，毋是因所要爱的，所以因生气了。对因来讲，保罗所传的福音，毋是好消息，毋是福音，毋是因所要爱的。只是咱就要去想，当福音、好的消息、上帝的路、上帝的话伫讲出来的时阵，对咱来讲是真正好的消息，有平安的，也是无平安。若是无平安，伊是真理，咱毋敢爱接受。咱若无爱接受，是毋是会亲像遮个人共款？这个毋是福音，这个毋是好消息，因为伊互我无得到好处。这是头一个，咱读到遮个时，爱去反省咱家己，面对上帝话、上帝真理的时，咱的生命，咱对福音、对好消息，真正的态度应该是啥物？刷落来，咱看见，遮个人甲保罗、甲西拉扭去告官。所告的是啥物理由？这两个人所传的是阮无应该承受的，就是因甲罗马的官府讲，保罗所传的福音，甲罗马政府所发出来的公文内面所写的命令是违背的，是违背的，相违背在政府的命令里面。因为迄当阵罗马政府进前有一条例，就是若毋是政府所允准的宗教活动，是袂当参与的。总是伫保罗伫传福音的时，这个律法已经渐渐无人，已经渐渐的松绑，它不再是那么的唯一的一个专注的法律，它不再那么的被重视。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罗马政府他们已经有去接纳不同的宗教行为。总是因遮个人摕这条法律、这条命令来告保罗，就是保罗因所传的，毋是罗马政府所要敬拜的宗教活动内面的神，是迄个叫耶稣基督的，是迄个犹太人的神。
所以伊是用即个来过。对遮，保罗甲西拉，互人拍，嘛甲关起来。对保罗甲西拉来讲，因伫传福音，伊是照主的吩咐、主的交代，去到上帝爱因去的所在，是圣神引带因去的所在。总是伫遐拄着遐个文化，拄着遐因本来所惯习的，本来因所遵照的、所遵趁的法律，甲因所惯习的无啥共的时，因的福音诚侪，互因得着害。因互人关起来，因无做毋着代志，总是伫安尼过关的过程的中间，因嘛受着伤害，因互人拍，受着苦，关伫监内面。对即时，咱看到遮，咱会想，若是保罗莫去迄个所在，若是保罗因传福音的时阵，莫遐尼大声，莫伫街仔路，伊若是偷偷啊安尼来传，可能就袂互人告。因若是伫传福音的时阵，无甲人迄个会当得着趁大钱的鬼赶出去，伊嘛袂互人去告官，嘛袂互人关起来。就是保罗甲西拉。袂晓看人所需要是啥物，只有照因所爱的，因家己去传，因家己想要传的，无看到遮个人真正需要的好消息是啥物，所以因无爱保罗。保罗是因为安尼受苦，伊是因为主的吩咐去传好的消息来受苦。亲爱兄弟，你敢有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也是伫信主的过程中间，一直到即马，你有为着主受苦无？你有为着真理来受苦无？你敢有亲像保罗甲西拉伫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互人告，也是互人讲你安尼做，就是无目色，你无照逐个规矩来。你毋知影遮个文化背景，你毋知影遮个人所爱的是啥物，你就是安尼。简单来讲，就是你应该，互人关应该刚刚好。传福音需要付代价。耶稣伫传上帝的旨意的时，伊是用伊的性命来诚做代价。伊嘛是安尼，互人告；伊嘛是安尼，互人讨厌。伊嘛是安尼，互人陷害。看起来敢若是对，总是遮个人因知影因所做、因所求的是啥物，就是甲耶稣所传的无共款。耶稣所传的福音，互因的心袂平安；耶稣的影响，互因的心无法度平静。耶稣互人定义是一个。诚做一个基督徒，啥物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学生。耶稣讲，学生袂当赢过老师，老师所拄着的，学生嘛是共款安尼想。今仔日保罗因伫传福音，也是使徒因遮的耶稣的学生伫传福音的过程，因拢有受侪的苦。嘛是共款受着侪的疼，总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因甘愿受，就是失去性命，因嘛甘愿。诚做一个基督徒，毋是洗礼了后，停伫欢喜着跳的过程，就要开始行耶稣基督传上帝话语。救赎人的性命，遵守耶稣基督所讲的，爱疼人亲像家己，嘛爱亲像伊疼学生共款。诚做一个基督徒，万万爱长大，爱亲像安尼。
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的学生。亲兄弟，咱看到遮，咱想好佳在，我毋是保罗，好佳在我毋是使徒，好佳在迄当阵我无直接对耶稣遐受着命令。咱安尼想吗？毋对，咱所爱想的是，今仔日我诚做基督徒，我对耶稣遐来受，我嘛应当学习，亲像伊共款，去疼人，去牺牲，去付出性命，去付代价。传福音真正是爱付代价，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你的面子，无论是你的名声，无论是你伫别人的面头前受到拒绝，也是甚至爱付出性命。侪宣教师去到无人的所在，无人的小岛，有人的小岛，总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很落后的小岛。有的人还袂去上岸，就已经互风影来淹死；有的人去到迄个岛，就互遐的原住民杀死，因为你是外邦人，你是对外来的人。有的人福音拢还袂传，就已经破病死啊！遮个宣教师，因所学习的是啥物？因所做的是啥物？因阁得到啥物咧？真正基督徒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所想的毋是我得到啥物，因为咱所受的已经够了，咱所得到的恩典嘛侪侪，遮个应当爱有够额，互咱出去疼人，出去付代价，出去牺牲，出去付出。我认为上重要的，亲兄弟，你感觉你上重要袂当失去的是啥物？若是今仔日上帝爱你，甲遮当作传福音的代价，你敢有法度？你敢有法度亲像耶稣共款？你敢有法度亲像保罗共款？你敢有法度？若是有人因为亚仙你所传的福音，你所传的真理，也是亚仙你一直伫传耶稣基督，直到无要甲你斗阵，直到要甲你顾，直到伊甲你找麻烦，你敢要继续来传福音予伊？你敢要继续来听伊？当保罗甲西拉伫监牢内面的时阵，半暝啊，因为无法度困，迄个脚镣互伊无法度倒落来，所以因是无法度困的。因无法度困，因伫受苦的中间，因犹原伫懊恼，犹原伫吟诗。当因伫懊恼、伫吟诗的时阵，地就大震动。地动，门拢开了，所有的锁拢落落来。遮个门开，遮个犯人，因拢有机会，甲保罗共款有机会会当离开迄个所在。保罗伊是有机会，嘛是有迄个理由，正当的理由会当离开，总是伊无离开。这你看起来，敢若是上帝所赏赐予伊的机会，会当互伊离开迄个所在。总是保罗敢有去把握这个机会离开咧？无，保罗继续留伫遐。伊毋但家己留伫遐，伊嘛互其他的犯人无离开。迄时若是关起来的犯人，拢总逃走啊，拢总走去啊。这个管理的人，伊伫律法中间就爱死，迄个就是伊失职的刑罚。所以咱看到圣经讲，当这个管理监的人来到遮的时阵，伊伫路伊就想害咯，遮个人一定拢逃走啊，伊一定无命，所以伊想要家己自杀。总是保罗甲讲，你毋通做即个代志，阮拢伫遮。保罗
继续留落来，伊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救这个人。伊要做正确的代志。伫看起来是上帝予伊的机会，会当离开，会当逃走，伊无必要继续互人关。总是保罗所选择的是留落来，留落来救赎，留落来，互即个人无因为地动的关系，无因为甲的门开，遮个人拢离开来失去性命。这是恩典，啥物恩典？是上帝互保罗看见传福音，你所爱得意的是别人的性命，毋是你家己的机会，毋是你有得到好处无，是别人爱得到好处。保罗因无离开，伊嘛互其他的犯人一个拢无离开。这是保罗伫吟诗，伫遐面对迄个境况的时，伊所做正确的态度甲行为。伊做出安尼的行动，互遮个犯人竟然一个拢无逃走。亲爱兄弟，这才是真正上帝的旨意。互人无犯罪，互人无去做歹的代志，互人会当真正面对家己所犯的过错，互人真正做正确的代志。遮个犯人是因为犯罪，互人关伫遮。保罗毋是，总是保罗伊用伊家己以及遐个吟诗学路，互遮个犯人无一错再错。也因为安尼，互即个管理家的人，伊感受到互人保护，感受到互人关心。感受到互人疼，伊问保罗：“我安怎才会当得到救？”遮个人拢知影保罗所传的是啥物，因知影这个是真正的好的消息。伊所要知影的是，要安怎才真正会当得到救？这个救毋是即马这个性命得到救尔。保罗，你已经甲我的性命留落来了，总是我要知影。安怎才会当真正互我的心来得到救，得到平安？只是保罗的福音才真正传出来，你着爱信主耶稣基督。当保罗伫讲，你着爱信主耶稣基督，你甲你一家伙仔的人拢会当得到救的时，伊还袂讲进前，伊先用伊家己的性命。甲引带别人做正确的代志，来成做代价，成做福音的代价，互即个人会当伫即时听见佮爱信主耶稣基督的时，伊愿意来相信。啥物是福音？真正的福音，真正的好消息。毋是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遐尼简单。真正的福音是做正确的代志，真正的福音会当经过付代价。真正的福音是伫我有利益的过程中间，我犹原会当想到啥物对你才是真正的好。真正的福音就是我失去所有的一切，我嘛要拯救你，互你的心来得到平安，互你的性命会当伫上帝的面头前来得到救。真正的福音是用咱家己来引带人到上帝面头前。亲爱兄弟姊妹，当咱今日看见保罗伊的福音传伫迄个城市的时，即个故事互咱看见的是啥物咧？过去咱伫传福音的时，也是伫做事工的时，咱敢有受伤？咱敢有感受到付代价的痛苦？咱迄时的心情是啥物咧？过去咱敢有亲像保罗共款，继续勇敢，继续传嘛？保护别人的性命，保守别人的利益，总是这个利益，毋是趁大钱的迄种利益，
是真正互人去感受到疼，真正伫信仰内面会当去接受到上帝的疼，亲像耶稣基督共款，就是互人陷害，就是互人挑战。咱所知影，咱所传的是对主所吩咐的，彼此相疼，亲像主疼咱共款。咱若是安尼做，人就认出咱是基督徒，就认出咱是耶稣的学生。迄时，咱甲人讲，你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甲你所疼的人就会得到救。迄时，这句话才真正有迄个气力出来。耶稣基督，伊赶鬼，伊病，教训人，引带人，徛伫上帝面头前，总是遮个人，因所得到的是啥物？因所得到的是因想要得到的，想要食饱，想要病得到医好，想要身体来得到透放。总是因无感受到的，嘛无体会到的是上帝要互因的是搁较侪的。一直到主耶稣顶是一个死搁活了后，因才真正知影啥物是真正的稳定，啥物是真正的平安，啥物是真正的疼。亲兄弟，当咱诚做一个基督徒，要信上帝，咱要安怎信呢？咱要信上帝，咱爱付代价。咱信上帝，咱爱信了真艰苦，因为耶稣的学生，因伫传福音的过程，看见人得到救是欢喜的，总是人得到救进前，因伫看见人得到救进前，因是艰苦的，因的生活、因的过程、因所拄到的，拢是痛苦的，拢是无好的。总是为着遮个人会当得到救的缘故，因甘愿受，甘愿受。恳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坚固咱的心，真正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的生命，互咱就是无法度亲像耶稣基督共款，付出咱的性命来疼人。咱嘛会当亲像保罗甲遮个使徒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受遮个苦的时，会当想我所受的苦，无亲像保罗甲遐个使徒共款，遐尼济，我只有一点点仔，总是我受苦的一点点仔，伫我的欢喜甘愿的内面，上帝的确会做大代志，上帝的确嘛会当拯救迄个人。因为我已经尽心尽力，我已经做了，我会当做，我嘛愿意做。请咱同齐仰头来祈祷。主，阮知影，伫你的稳定甲疼的面前，阮是袂堪的。总是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嘛诚做耶稣的学生。阮有做也未做到的，阮嘛有过去所受到的伤害，总是遮个阮知是爱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所爱付的代价。恳求主帮助，爸啊，恳求你帮助阮，互圣神伫阮的中间，互阮有气力会当继续行这条路，嘛会当活出你爱阮活的生命，互阮诚做换活的见证。毋是为着家己好，是为着别人的性命会当得到完全。互阮毋但家己感受到平安，嘛会当看见别人的心是毋是有得到真正的平安。互阮听见迄个魔鬼的声、魔鬼的恶路的时，阮的心会当伫你的面头前静静知影，无受影响。互阮伫你的面头前真正得到你的欢喜，嘛互阮真正伫你的疼甲稳定的中间，来继续头前的路，互阮的心会当一直得着互阮会当长大，嘛互阮伫
聚会的中间，伫读圣经的中间，伫祈祷的中间，得到最快乐，会当向前行。阮同心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帝所赐我名，上帝所赐我名，会互我心勇行，互我会听你所爱行，会行你所爱行。圣诗第171首，请大家记咧来专心。执事甲御节执事来说明。我来报告，请大家先开酒吧。咱来看报告事项，第一项，感谢主恩典，带领移民传道来本会公布甲牧会两天。即摆伊因为要照顾父母来请示，虽然咱大家真有感，总是咱咧较后，咱也请兄弟，咱留落来甲牧师做伙享用电筒来告别。
咱愿主赐予伊未来的道路，也求主继续带领伊的牧民咱牧养咱。第二，咱6月份开始，咱教会圣工的分配，讲道的安排，咱要麻烦工长老教会培训的经理甲规个圣工服侍的分工的安排，咱麻烦唱的主持来办理。若有啥物任何的建议甲需要，咱两个总一来联络。再来是武汉肺炎的部分中会提醒的部分就是讲，你若有确诊，请主动来联络教会，按照政府的规定，伫厝内底检疫，也是来就医。第二，你若是有甲确诊的人密切接触的，像讲是做伙住同同学、同事，也是面对面有15分钟的，就是居家隔离3+4，快筛阴后就回来聚会。请大家尽量注3声疫苗较来聚会，来保护家己安全安尼。第4项是若有感冒的症状的，先伫厝里快筛阴性后再来聚会。第5项是尽量莫伫教会用餐，若需要用餐还是要保持1.5公尺的距离。第6项就是全程还是请大家在教会全程都还是戴口罩。第7个，如果教会有确诊者参与聚会，在周间要通知与其有密切接触的弟兄或姐妹来全面消毒之后，再按规定开放。那如果是在主日有确诊者足迹，会告知会友，教会会全面消毒后，按照规定来开放。咱来看咱的主的活动，咱主日的礼拜日上午的10点，咱的圣歌队的练唱伫上午的8点46分。咱拜五有查经祈祷会是暗时的1点半。时仔开始是不定时的聚会。顶周的咱来看圣工的事项。即礼拜的书评是谢文姐，领唱是杨长乐，书评是李敏执事甲玉洁执事，交代是小同济甲又来听插花是张老师，清扫是唱妹执事，咱目前爱参奖训咱下周的讲道是杨长乐，书会是唱妹执事，书评是谢文姐，领唱是吴永兄，书评是李敏执事甲我本人。交代是文荣兄甲连庄兄，插花是杨长乐，清扫是罗兰姐。咱来看顶周的工作甲奉献的统计，有出入后平台，咱的会计也是出来提出研究。即摆咱来看咱周报第3页，就是咱的本周的经过。咱做伙用3种版本来读摆，上尾咱再来读竞赛光明是为着义人来平凡，欢喜是为着真正的人来平凡。义人恁着因为邀我来欢喜，纪念伊的性命来和乐。光为着义人出现，喜乐为着真正的人准备。义人着因为上主欢喜，称赞伊的性命。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诗篇第97篇11到12节。下面咱互相来请安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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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下面功课甲补充的部分，咱麻烦律师。各位最平安平安。咱牧师是咱教会最后一个事工我代表教会来讲恩怨然后我咧想牧师加甲咱实在，若要讲者，佫差几个月才当3年。
人吼，咱拢有一个尊敬吼。即个兄弟的中间，咱教会无无毋是一工两工吼，但准备是真一段时间。啊，伫遮咱的兄弟，啊，伫遮做工，咱来看见讲，足侪用咱家己的时间，用咱家己的才能，无论教会欠啥，无论是圣诞节是啥，拢做咱各家己的责任吼。啊，当然伫即个中间，牧师来了，咱也会当介绍到欢喜，而且咱会当丰富，啊，加入咱教会也是一点的学习，这是真好吼。啊，当然伫即个过程中，即个时间也要讲嘛真紧，安尼就已经2年吼。所以我咧想当时咱会感觉讲，照咱圣经里新约内底，当耶稣带彼得甲约翰甲雅各的是去上山祈祷的时，当咧祈祷的时，结果彼得久久啦吼，即个马可甲路加拢有记载，啊，因就看着耶稣一个地衫真水，啊，伊就讲，啊，咱会当伫遮搭，我会当来搭棚吼，啊，最后耶稣，啊，一个吼摩西，啊，一个伊利亚，看着迄个景点。所以有当时来讲，咱伫遮真好，我们在这里很好，但是有当时啊，当因伫遐真好的时阵，感觉讲，耶稣会当甲因斗阵，耶稣会当教因做做修养，会当传达做做恩赐，圣灵的因带，因感觉真好，因嘛会当做足侪对，感觉对咱的主耶稣所交托的上帝所恩待，会当怎样来帮助。但是咱要知影耶稣有耶稣的路，所以有当咱即个路内底是上帝本身伊知影，伊就知讲这爱安怎行，但咱无一定知影，咱也无一定清楚。但是即种无要紧，所以当迄个代志发生的时阵，我伫遮真好搭一个了，啊，忽然间一个云打来了，就落去啊，然后呢，只见耶稣一人。我咧想，即个意思咧讲，足侪代志咱后壁看唔见啊，就只见耶稣一人。有时候我们在很多里面哈，不管我们受到什么的赞美，不管我们受到什么的鼓励，有时候在过去就，迄个后壁拢有迄个意义，到最后我们只看见耶稣哈。所以我咧想，上帝耶和华力量，全部是咱的力量吼。天怎样较团结地，耶和华的力量强过咱的力量，这是以赛亚讲。但是伫遐以后，也佫讲一句话，较重要是讲，上帝放伫咱的力量，绝对是属平安的力量，毋是啦，毋是偏坏。他的意念吼，带给我们都是平安的，以及感受。为什么？因伫咱的幕后呢，会有指望，就是讲，咱的背后内底拢有带着真大的迄个，所以我想咱过去，即摆咱伫遮来讲遮就是讲，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包括咱的父母，每一个人拢有真重要的角色。无论你做啥，咱拢对上帝。叫牧师拄仔讲落去讲，因为咱有爱一概念，就是爱小三听者。啊，伫约翰福音后壁你去讲讲，听是对上帝啦。咱伫遮咱来当相听，无论啥物人，无论技术，咱来听上帝就伫咱遮，才会完全，咱才会完全。我相信就是讲，因即个开始会过今仔日，咱无论咱坐伫咱教会所发生代志，我咧想，迄拢是一种体验、甲经验、甲享受，这拢绝对足好，因为上帝会将伊歹互咱，这是当时啊咧透过一个人的沟通，我相信咱拢有迄个，所以对即摆以后，咱就是知影讲，咱爱落去配合，咱要向头前所差越吼，无论啥物人哦，吼，包括无出款，咱拢有一个爱做的工作，啊，嘛就是讲，伫即个期间，咱也佫真感谢牧师伫咱即2年来伊的付出，我定来讲伊真努力吼，伊真拍拼，但是有当时咱有当时咱的步调，咱的啥，拢上帝的意思，无结他是讲照咱家己的意思，对无？若要照咱家己的意思，咱嘛会当讲，叫大个人叫咱
操纵，我咧想，即种上帝较好个理个意思。啊，然后我代表，所以我代表伫遮对牧师讲，对咱这样讲几句话。啊，即是咱若代表教会吼，所以有一点仔个艺术的表达，咱请天乐甲另外请牧师来遮，然后。赶快照相啊！看好，看好。这2年来，足感谢大家伫遮所每一工吼，所经过每一个挑战，也是祈祷会啦、讲道啦，吼，也是咱做事工摒扫，侪伫讲话中间嘛是有侪疼的行动。对于我来讲，其实伫遮是足享受的。我是毋知影。兄姐，敢有介享受？总是我伫遮这2年是感受到上帝侪的疼甲稳定，嘛看见上帝所拣选的同工，大家的脚步，吼。2年的时间，其实说不长不长，说不短不短，侪的代志。敢若会当做真济，毋过有当时啊，佫敢若会当做一件代志尔。总是这2年来，我甲大家伫斗阵的过程中间，我是真正对心肝头内面欢喜，甲大家斗阵。不管是对一个人，有当时啊我讲话较直，有当时啊我可能无感觉讲我已经，互你无舒服，有当时啊我可能。就是白目这样，对。总是伫这个2年的过程中间，我是真正感受到咱的教会内面的这个温度。来来去去的牧师总是介侪，总是咱拢伫享受上帝的疼甲稳定。嘛，感谢所有的兄姐，互我的学习，伫这2年的中间。无论是伫我喙齿疼的时阵送物件来互我食，也是。互我食侪介我普通食袂着的很贵的东西，也是伫落雨天的时阵，敲电话甲我讲，牧师啊，你会寒无？落雨啊，出去爱洗耳哦。也是有人甲我讲啊，牧师，我看你敢若无啥物精神，是毋是无困好？也是讲，牧师啊，我要去搭行的，你要甲我斗阵去无？遮个电话，遮个关心，也阁有的人嘛来甲我探访。我感觉我来遮真正是享受上帝，互我伫西湖教会，诚做一个受着安慰、甲受着鼓励的一个牧者，一个牧师。虽然我的年岁较轻，我嘛是做牧师头一回，总是我知伫上帝的引带内面，这条路。会哪行哪好？当以后，我搁转来看大家的时阵，就毋是徛伫即个台仔顶，用西湖教会牧师的身份，就是用人客。迄当阵，大家对我就是爱亲像人客共款哦。好，这个是教会的心意，是所有的兄弟姊妹的疼，我。诚心感谢，嘛收起来。多谢上帝恩典，嘛感谢兄姐的疼。这是咱来进入公道的时间。
阮要感谢你，互阮伫你的内面，毋若诚做你的囝儿，嘛诚做兄弟姊妹。伫你的教会，小教会，你所互阮的大家庭内面，阮感受到爱彼此相疼，嘛安尼去行，帮助阮继续行头前的路，嘛互阮所有伫你面头前的祈祷，有声无声，拢会当伫你的旨意内面来得到你的接纳。阮所祈祷无够额的，恳求你来补；阮所祈祷有够额的，恳求你嘛，互阮会当感受到你的欢喜。主，阮的确需要伫这个信仰的顶面来深深感受你甲阮伫地，你的平安，你的欢喜，互阮会当继续行落去，嘛互阮甲这个平安甲欢喜来传互阮的厝边，嘛互耶稣基督的模样，成做阮学习爱行的路。主，感谢你伫这2年来所带领的每一个日子，未来每一个日子，阮相信你嘛继续引带，享受你忠心的路步，伫你的教会来传达你的话语，嘛互你的百姓、你的囝儿会当因份做工，互大家同心来向前行，互你的名来得到荣耀。愿同心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大家，咱三个来念圣诗第510首。分群做工无嫌劳苦，分群做工无嫌劳苦，欢喜来做天地工程。这是我主所行的路，路途应该对主来行。圣诗第510首，请大家起立来念全诗。这是我主所行。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神随时会提醒、传达。主上帝听恁，守护恁平安，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有这病，他在。